大家好，歡迎嚟到3米的答，我係思積。中國新能源車市場競爭越嚟越激烈，一方面電動車正在改變我哋嘅出行方式，另一方面行業洗牌加速，部分車企甚至面臨倒閉風險。今日我哋就嚟講下如何選擇一部稱心如意嘅電動車，特別係香港同內地嘅朋友要注意咩風險。電動車已經成為大勢所趨，不僅因為環保，還因為智能化設計同駕駛體驗，無論係節能減排，亦或者高科技配置，電動車都帶嚟傳統燃油車無法比較嘅優勢。特別喺內地同香港市場，電動車嘅普及速度驚人，例如比亞迪、Tesla、小鵬、蔚來呢啲品牌已經成為大家買車時嘅熱門選擇。不過，電動車市場嘅快速發展都帶來熱烈嘅競爭同殘酷嘅淘汰賽。據統計，從2018年到2023年，中國新能源車企從487家減少到不足40家，超過400家車企已經退出市場。最近，極越汽車嘅危機就引發廣泛關注。呢間由百度和吉利合資成立嘅車企，因為財務問題傳出裁員、業務整併，甚至瀕臨倒閉。雖然官方否認倒閉，但係員工抗議資金鏈危機等問題，已經令到消費者對呢個品牌嘅未來充滿疑問。對於香港朋友嚟講，購買電動車時要更加謹慎，特別係一啲嚟自內地嘅新興品牌。雖然佢哋價格吸引人，配置都好高，但係如果背後嘅車企經營不穩，風險可能會好大。例如極越汽車嘅危機提醒我哋，如果車企倒閉，可能會帶嚟3大嘅問題。第一，售後服務中斷，維修同零件供應可能無法保障。第二，車輛保值率下降，品牌倒閉後，車輛嘅二手價值將大幅降低。三，法律追討困難，香港車主跨境追討維權成本高，往往無法獲得有效補償。因此，購買電動車嘅時候，唔單止要睇性能同價格，更加要關注品牌嘅財務背景同市場穩定性。如何選擇一部可靠嘅電動車呢？以下係我哋幾個建議。一、選擇頭部品牌，比亞迪、Tesla、蔚來、小鵬、理想等品牌已經通過市場檢驗，擁有穩定嘅售後服務同產品質量。此外，一啲傳統車企，例如 Toyota、Mercedes-Benz、BMW 推出嘅新能源車型，都係穩妥嘅選擇。二、避免過於小眾或新興品牌。一啲新興品牌雖然價格吸引，但係經營穩定性存疑，倒閉後可能無法提供售後服務。三、調查品牌嘅背景。買車之前，應該多啲了解品牌嘅銷量數據同財務狀況，選擇銷量穩定、經營良好嘅品牌。四、關注售後服務網絡，確保品牌喺香港或內地擁有完善嘅售後服務體系，即使車企經營困難，都能保障維修需求。電動車的確係未來嘅趨勢，佢帶來環保、節能同高科技嘅駕駛體驗，但係喺選擇嘅時候，我哋都要謹慎，特別喺內地同香港嘅朋友們。極越汽車嘅危機並唔代表電動車唔好，但係提醒我哋選擇時一定要關注品牌嘅穩定性同售後保障，
記住，選擇可靠嘅品牌，先可以真正享受電動車帶嚟嘅便利同樂趣。今期視頻我哋就講到呢度。鍾意呢條影片嘅話，記得點讚、訂閱同分享，等更多人可以了解購買電動車需要注意嘅地方。我哋下個視頻再見，拜拜。